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新增加78例本土病例，有6个人死亡。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有新的护理人会使选要注 AZ 还是莫德纳疫苗。台南开心派出所的所长亲像注疫苗，脑部产生血疙，婚姻节妈妈注射了刺冷，2个月大的查囝统统死亡。黄sơn河方面，今仔报告，气象局将对台中以南甲基隆北海湾发布大水洪特报，要注意淹水、房山等灾害。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78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有43例，台北市是25例，佫有一个境外病例。有国内今仔有6个人死亡，指挥中心嘛宣布讲，7月初1开始配送美国送来这批莫德纳疫苗，注射的对象嘛来放领。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好，我们今天的确诊的病例数那本土的病例78例那境外移入的是1例，那死亡的案例是6例。那整体的确定的病例新北市43例，台北市25例。那整体的个案现在是维持在比较低维持在比较低，这也是代表着整体的医疗上面的控制相对的稳定。从7月1日起来配送相关的疫苗，这新的到货这一批的疫苗可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做分配。那接种的对象第7类维持国家安全及社会机能正常运作者。那第8类是65到74岁的长者。然后另外已完成第1剂疫苗者可建议接种第2剂的时间同场排来完成接种。以目前的科学证据，还不建议混打。再来看台北农产卫销公司传出烧毁事件，已经有45个人挖着病。台北市准备要针对相关的4000多人，伫3天内底完成快筛。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其中有24个确诊者是新北市民，所以沙店埔甲邦桥果菜市场嘛要来设体检站哦。今仔早起有1000多个人来验，全部拢是阴性。透早想要去万代国小做快筛，但是名额煞已经分了，民众心狂火倒。如果没有筛检，又不能工作，对不对？问题是名额那么多，要给一天100个人。为着方便未来做疫苗的作业，由北农先做名单，安排快筛的时间甲地点分配进行。但是伫咧5月14，北农就出现确诊者，但是一直到6月22，才赶紧启动快筛。有人是感觉讲动作伤过慢。有一点慢，有一点慢，因为之前就是大家没有那种危机意识啊。怎么会不会紧张？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着防止北农的群聚哪拖哪垮，台北市对拍卖园、中盘商、大头街等做快筛，预计3天内爱采检4000人。中心和仁爱和这一站是1000个，对，这已经是剥皮了那个可能1个礼拜的量啊。北农这边的烧毁事件嘛影响到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有24个确诊者是新北市民，机动体检队嘛赶紧进驻沙店埔甲邦桥的果菜市场，预计2-3天内就会完成全面体检。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筛了1000多人，全部都是阴性。在北农跟新北2个果菜公司，平常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大概流动两边互相往来的人数有10%，大概约200人。侯友宜指出，新北的果菜市场公司员工大约有2000人，会比照北农，替新北果菜公司的中盘商、拍卖园、甲理会园等拢做名单来注写。拍卖过程嘛分区、分时段、分会来进行，避免伤侪人客做伙，要甲风险降到上低。6月20的饭店开始，就要摕阴性的检验证明，才会当出入双北的大白市来交易。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农产品因为北部疫情已经真侪货拢无法度出，损失是真严重。即马北农又搁发生烧毁事件，台东县政府赶紧协调台东的货运行，先帮司机来做快筛。互农民的菜色佮水果会使送到北部佮西部去卖。台东县有193户种有机农作物的农民，这户有机农种的大红豆当咧采收，有机仓也真无简单找到有人愿意送到北部，农民当咧装箱，
已经熟的四季酸啊，若讲无阁送出去，就特别害去，抑阁有甜米甜西瓜，暂时无法度运送，先放伫特别太晚的冰柜内。因为受到北部疫情影响，栽培货运塞车，部分有机蔬果找不到货运行运送，农民讲已经损失1斤2成。蔬菜那比较不耐放的那一些东西哈，可能就不好寄，有的都寄到都可能会坏掉。受到北路群聚感染影响，即马可能连带影响大型产销班的水果运到北部。官府已经协调县内4间货运行来运送，司机也做册由货运行提供司机快筛经费，伫往来台东、台北拢进行快筛，解决台东县农特产品安全运销的问题。设置地点是设置在我们的航空站，那周边的也比较空旷，那货运司机只要从台北回来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快筛站。台东县主要消往北龙，以水果上大件，即马除了货运塞车的问题，也爱避免运送人员着病。官府表示，拢咧想办法积极提供协助运送问题的农民，官府也会当请县内货运行斗相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胃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78个本土病例，其中是有一个是带病入境哦，有2个人死亡。目前哦，台北市是有25例，新北市有43例哦，嘛是上济。嘉南有2例，南投有3例，桃园佮新竹县哦，佮有苗栗、台中、彰化县拢是1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嘛已经有12940例咯，虽然是有愈来愈稳定的趋势。也毋过，大家嘛是千万毋通放任哦。咱再来看，位伫台中负责国机国造的汉翔公司，传出内部有上千个员工，伫6月18号已经先注疫苗咯。有员工是质疑讲哦，因并无伫目前会使注射名单内底，为怎样会使先注咧？汉翔佮国防部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国防安全的需要，所以是国防部的专案。今年3月份，永阳高教机对外公开电视。汉翔公司董事长吴开宏嘛宣示国机国造进入新的阶段。不过，即马传出汉翔公司6月18已经替内部1000多个员工注疫苗，引起外界争议。不过，有部分的民众是有无同款的看法。第一个先打医护人员，汉翔应该可以比较晚打一点吧。毕竟他们也是为国家在处理啊。如果他们里面的人确诊，那没有办法对国家做出贡献，也是一种损失啊。虽然国内疫情有较缓和的现象，不过即马疫苗也是真欠缺。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注疫苗的对象是第1类至第6类的人员，还有75岁以上的老大人。也若第7类的军人或者是军事机关相关的人员，并无伫即届注疫苗的范围内底。我们是用专案来分，没有分部门，就是说你是做这个案子的，那这个案子跟国防安全有关，就是我们报上去说国防部核定了，我们把名单核定以后才拿到疫苗啊。马万军表示，因为汉翔参与重要的国防专案，关系到国家安全甲进度，所以替关键设施的操作人员，甲国防部专案来申请。汉翔提报名单由国防部来审定。国防部表示，有得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同意，而且未影响到目前疫苗的配额。执行重要专案的人员纳入国军专案的疫苗，报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同意拨发专案疫苗来施打。这些疫苗都包含在这一次所拨发的45000剂里面。国防部表示，汉翔做的对象拢是执行重要专案的人员，数量嘛有纳入去国军专案的疫苗。汉翔嘛强调讲，名单拢有经过审核，第1内部是公开的信息，而且背回讲有对员工下封口令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昨宣布讲，6月23开始要开放有新的护理人会使注文注莫德纳疫苗。指挥中心昨下晡是强调讲，只有第1类到第3类有新的护理人才会当来选莫德纳。也毋过，今仔指挥中心是改讲哦，决定要来开放所有新的护理人会使家己要来选注对一款的疫苗。有妇产科医师是表示哦，不管要注什么牌子，建议至少要有先12个礼拜以上状况较稳定才通注。医生问诊了为有心人做超音波，确认囡仔的状况，因为有心人嘛是肺炎高风险的族群。高市府伫第1批莫德纳疫苗有剩的状况之下，21号宣布，上紧23号开始开放所有有心人注莫德纳，但马上予指挥中心反驳讲还未开放。列在第6类，那目前 A 类开放到1到6类，那未来在新的莫德纳疫苗在配送是不是应该会跟着
跟着做调整的时候，那看它的类别开放到哪里。指挥中心22号透早搁一摆强调，第6类一般有心人还未开放，但记者会结束了，煞搁改口。对今日开始，有心人会当卡医师讨论风险效益了后，对现有的疫苗当中，也就是 AZ 甲莫德纳疫苗之间选一种来做，等于顺应高雄市长陈其迈的政策。但医师建议有心人爱等囡仔稳定了后再搁做。尽量会建议在12周以后，因为第一个就是说12周以前的话，本身宝宝怀孕的话，可能就是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它有产生一些副作用的话，一些不舒服的话，可能对宝宝的影响会比较大。莫德纳好像比较不会有副作用，对，所以就是如果第一优先考量还是莫德纳。妇产科医学会推荐有心人注莫德纳疫苗，因为会当互囡仔嘛产生抗体，对有心人来讲安全性嘛较悬。但医师表示，若注袂着莫德纳 ，AZ 嘛毋是袂当选择，但上好先甲医师讨论过，嘛要特别注意副作用。记者陈焕宇、面交馆高雄报道。再来看好新冠诊所为几组疫苗风波继续扩大，昨好行诊所出面驳回，也毋过台北市卫生局黄世杰嘛公开批评讲，因得寸进尺、软土深骨。早起立法院外高嘉瑜嘛出面强调讲，伊是为了有新的护理人甲阿婴的安全所做的选民服务哦。伊嘛讲，若属于甲好行诊所有啥物特殊的关系，伊愿意辞掉立委。好心肝诊所为几组疫苗的风波，即马嘛牵连到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台北市长郭文哲讲，高嘉瑜先甲好行诊所抄着85罐的疫苗，地市卫生局为着要甲疫苗分好了，才发予好心肝诊所115罐。台北市府日暗时公布高嘉瑜抄代志的经过，毋但敲一通电话尔，而且佫误解传简讯，前后后要求要爱300吨甲200吨的疫苗。6月初2甚至要求等莫德纳来才来补。卫生局长黄世杰批评讲，这是软土深骨。也若高嘉瑜是搁一届出面驳回，强调讲，若是有施压套疫苗，就会家立委辞掉。这件事情我是可以用我的立委职务来做保证，说我跟核心诊所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那从来也没有踏进去，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支持。那如果有，我都可以辞去我立委的职务。面对市府公开对话的记录，高嘉瑜表示，伊袂主动来公布，会尊重市府甲卫生局的决定。市府嘛表示，卫生局甲市府政策也未开放，互诊所家己做疫苗的时阵，就先发予好兴，这确实是有毋对。毋过好兴做的对象有部分的人员无符合第1类至第3类的资格，这嘛依法来裁罚。他们其实也担心说，那如果没有打到的话，其实对会接触到孕妇的人来讲，都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疑虑跟市府转达。核心也一直坚持说，他们都是符合规定的。我想这点大概就是核心自己要去确认这件事情。高嘉瑜强调讲，每一年有7000外的红婴仔伫好兴出世，占台北市的30%至40%。伊强调讲，是考虑到有新的人甲红婴仔的安全，才会甲选民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军桃园总病院嘛发生烧毁事件 ，PCR 检测结果目前病院所有人拢是阴性，嘛咧追查之前已经出院的病人甲家属。医区康航空国军桃园总病院发生群聚感染，暂时停止门诊、急诊服务，到拜四也就是离世。市府针对全院医护、病患、看护、外包商等全面采检，核酸检测结果也已经出来，全拢是阴性。到昨天深夜，那么已经全部完成。那采检的结果都是阴性。那采检大约1400多人左右。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目前国军病院群聚案确诊案例是集中伫家护病房甲一个普通病房，并无扩散到其他病房。也咧追溯已经出院的病人甲家属，也继续针对高风险单位 ICU、西药室专接病房病人甲医护逐礼拜采检。另外，针对北农爆发群聚感染，桃园也有相关的措施。到病农即马会惊系啊，会足惊。所以对家己也爱较有保障啦，爱保护家己啊，保护大家啊。因应北农的这个群聚今天是配合我们航口他们营业的时间结束之后，请他们就是一一过来我们的快筛站做一个快筛的一个这个些检验。市府表示，已经针对桃园果菜市场公司、桃农批发市场公司大约500位生销甲工作人员进行全面快筛。
有供应予中立青果相关、中立果菜市场、龟山青果合作社的相关供应商也会做些快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全国防疫会议副指挥官陈宗彦表示，有真侪地方政府会帮领导注疫苗，也毋过伊认为应该是以实际为做防疫工作的人优先，嘛爱先提出名单。目前嘛有风声讲，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的抗体检测要暂停实施。指挥中心是表示，各会讨论，上紧这礼拜就会有决定。国内新冠疫苗顶礼拜扩大注射。第一阶段开放第1到第6类人员优先组，继续台中市先替1.3万名基层店长注疫苗。台北市长郭文德宣布，也将第2组。地处指挥中心表示，若讲林长有实际从事防疫工作，就会当认定，而且爱做册。地方防疫工作人员，那是指从事第一线，那直接有接触到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者的防疫工作的人员。那如果他有实际从事的话，当然就可以去做认定。此外，进前指挥中心公告，机组人员只要是完整注2档疫苗，2个礼拜了后检测3成抗体，当程航班返台了后，就会当唔免接受地处检疫。也毋过，技术政策临时划停。指挥中心表示，机组员检疫政策由原照原本规划进行，也毋过相关庭事也在讨论，上紧这礼拜定案。要自费采验抗体的部分包括检验的程序、检验的标准跟检验的费用，现在还在制定中，所以等这个制定完之后，那确认之后就可以开始来实施。指挥中心这边能够紧速的依专业的判断来拟定相关的规划措施。那以我们的立场，我们当然是会全力的配合。另外，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批评台湾是疫苗起家，陈宗彦强调，比伫关键疫苗应该心存感激，也期待台湾买的疫苗会当如期到货。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本土病例愈来愈少，疫情有较缓和，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当时会使来解除3级警戒，也毋过北岛政治社区都无啥可能会当去甲去年同款哦。所以真侪专家拢讲，目前只有注疫苗、有群体免疫，才会当来恢复正常的生活。今仔咱要连线台北医学大学病院胸腔内科主任周碧谦哦，来为咱分析群体免疫是爱到什么程度，才会当来过正常的日子咧。主任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主任，你敢会使先帮咱解说一下，什么是群体免疫？为什么社会敢有法度解放爱来参考这群体免疫的情形呢？因为群体免疫，伊的意思就是讲真侪人可能有呼吸道有一寡病毒伫内面，所以可能甲咱伫讲话的时阵，可能都握手食物件。这病毒都会对这个阳性确诊的人走到人的身体内面所以这个时阵都会有人受感染的问题。所以群体免疫的意思就是讲今日真侪人拢有注疫苗，所以这个时阵都算讲在群体里内面有一个阳性确诊者，但是因为伊的迄病毒传到第2个人，但这个病人打疫苗，所以这个病毒就传不出去。会被局限在几个特定的一个病患身上，所以就是讲这个病毒袂走来走去，这个时阵都靠着大家都打了疫苗，产生了这所谓的一个群体免疫，这时候病毒就不会产生隐形传播链，就不会像现在在新北市、台北市或者是苗栗电子厂，造成许多没有打疫苗的人被感染的风险。所以群体免疫大概是我们会希望到达一定的量，来让没有打疫苗的人都获得相同程度的一个保护。所以有人讲至少爱达到6-7成以上的群体免疫，有人讲大约3-4成应该会使来初步解封哦。医师这部分你的看法咧？因为群体免疫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得到病毒感染，还有产生综合抗体，那它自然而然也能够避免病毒的一个传播。第2个部分则是要靠打疫苗，打疫苗的意思就是说，打疫苗这个人从来没有被病毒感染过，这时候他自然而然也不会传染病毒给其他人，于是要打了疫苗，它里面有产生所谓的抗体，有抗体的情况下的话，这个病毒就不会被传播。那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60%到70%，的原因是因为这时候我们的病毒
几乎周遭都是有打疫苗或是曾经感染过产生自然免疫的这些情况，这时候他就能够让不打疫苗的人能够获得保护。只是说60%跟那个60%跟70%比较标准。那如果说30%到40%的话，除非这个环境里面很多人得过病了，不然的话病毒还是会传播。所以我们认为60%到70%也较标准。所以，咱对国外的经验来看吼，会先针对同种高风险的族群来注疫苗嘛，已经对豆豆来整合。咱台湾嘛是用同款的方法，也毋过最近哦，说因为死亡的案例哦，和真侪老大人拢无啥敢去注疫苗。最近嘛是有人讲，咱无应该伤过坚持群体免疫，应该要尊重大家去注疫苗的意愿。医师，你敢有认同安尼的看法咧？一般来讲，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吼，若讲台湾愈来愈侪人吼。互这个病毒影响到，变成讲你年岁愈大，还是讲你有其他的毛病，像讲迄腰子无好、肝无好，还是血压控制无好，你本身就算讲有注一寡药物来互迄病情卖个太过恶化，但是基本上而言，这个病毒其实致死率很高，就是讲你若无注疫苗，其实死亡率很高。打了疫苗虽然说目前看起来有些人打了疫苗死亡率增加。但因为它还是提供在一些高风险的一些区域，能够保护病人的唯一方法，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觉得有打疫苗还是比没有打疫苗来得好。那面对疫苗注射的一些风险，我们会认为可能要靠打疫苗之前的一些评估，比如说血压控制好不好，血糖控制好不好，或是呼吸有没有问题，以及打完疫苗之后要去注意在年纪大的人血压。呼吸心跳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些地方都稳定的话，其实我们门诊很多老年人90几岁、80几岁打完疫苗都稳定。所以现在的关键点还是会希望打疫苗之前跟医生再讨论清楚，看看打完疫苗之后怎么样去注意一些并发症的发生，这样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一些遗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起来面对台湾目前高风险的一个情况，打疫苗可能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医师即摆足侪人、足侪老大人拢讲因想要选疫苗，因感觉 AZ 那阵较无安全，即摆佫有莫德纳会当选。医师你是安怎看这老人想要选疫苗这部分？目前看起来选疫苗可能较无遐尼容易啦第一点就是讲，因为疫苗来台湾无一定每工拢有，有的人一开始做的是 AZ， 后壁要人来调整，还是讲一开始做莫德纳，第二次能不打，其实不了解。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其实不一定要选疫苗，疫苗有做其实都差真侪。理由是因为讲其实做 AZ 加做莫德纳，虽然讲即摆暂时看起来 AZ 的副作用多很多，但是伫迄美国、日本还是伫英国，其实真侪人做莫德纳嘛是会出代志。所以目前阮希望讲大家若讲安排着要做疫苗，其实若讲医生讲会使你，还是讲家己嘛感觉讲最近的镜头拢无啥物大问题。其实应该要做，目前无明显的数据讲AZ 一定都比莫德纳较无好，嘛无讲做莫德纳就做第副作用，因为即个人做莫德纳嘛是会发烧，嘛是会胃寒，嘛是会全身佫无爽快，所以看起来有做较重要。若讲无爽快，甲医生讨论，看来处理，这较会使你，互大家拢注重疫苗，莫想讲都是较好，其实有做较重要，所以对遮侪青少年，若是学生囡仔，因想要赶紧转去学校上课哦，因这学生囡仔，敢是嘛应该爱上好嘛，紧帮因注疫苗的这部分。即摆看起来，因为讲迄临床试验即个时阵拢无算讲迄注射的人拢无去看囡仔的即个年龄组成啦就是讲咱做临床试验差不多18岁以上。所以很多国小、国中其实他没有在临床试验里面，所以它的一个副作用跟安全性其实不能怎样。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英国、美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针对学生的部分注疫苗看有副作用无。若讲伫其他国家注疫苗，少年人拢无问题，其实台湾嘛应该来做，因为以后等到开学的时阵有一个人是阳性案例，整个班级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希望讲这段时间有愈来愈侪一寡论文可以发表。那到时候如果讲囡仔注射嘛拢安全，我看伊嘛爱来注射，你才较好。即马嘛有专家讲病毒一直在变种啊，疫苗敢一定都有路用。另外，就算有疫苗通做，嘛是有真侪人真丢讲敢要去做，所以真正要群体免疫，其实嘛无遐尼简单吼。
所以这摆问题就是讲吼，迄真侪变种病毒，像讲印度变种、巴西变种跟南非变种，其实上好是卖入来台湾。所以希望刚好在中正机场，这是一寡边境的部分，就要透过有效的检疫啊。所以目前看起来，从国外回来的国人，还有那个飞机的一个机组员，其实都是最有可能把这些变种病毒带回来。所以这些变种病毒，首先边境管控是关键。第二个疫苗，其实疫苗的部分一点点调整设计了哈，因为我们看起来莫德纳、BNT 哈，还有甚至胶生疫苗。他们都针对目前不管是印度猪、巴西猪或南非猪在设计，所以疫苗的防护力，我们目前只能够说，我们现在打的疫苗还是比较一个早期的疫苗。但相信在半年之后或者1年之后，会有针对许多变种病毒的一个设计。这时候建立在这种全新设计的疫苗的一个概念上，我相信大家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保护，也藉由大家能够施打更多的疫苗，所以我们其实疫苗所产生的保护力会在于重症跟呼吸衰竭的一个下降，这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群体保护，就可以使得有些不适合打疫苗的一些民众，由于病毒不太会传染到他的身上，就能够扩大疫苗对个人以及对周遭人的一个保护力，这才是我们希望借由大家一起努力，来达到让台湾远离新冠肺炎威胁的一个重要关键。感谢主持，互咱这么详细的解说哦，真多谢。咱嘛希望咱国内疫苗，多谢主持。咱嘛希望讲咱国内疫苗量会使赶紧互每一个民众拢做会到。现阶段嘛是爱做好防疫是上重要的代志。再来看，咱国友邦巴拉圭宣布讲，已经甲咱国产疫苗的厂商联亚签约，要买100万吨的疫苗，只要台湾通过紧急授权许可就会当出货。联亚是强调讲在取得 EUA 授权之前，并未对外来说明。研发国产疫苗之一的联亚生技，即马传出有外国的订单，签约的相片即嘛公开。徛伫个正中央的是台湾友邦巴拉圭的卫生部长波帕，伫个伊分司边的是台湾驻巴拉圭大使韩志正，甲联亚合作的美国公司 Vaccinity 策略长哈里森嘛有出席。巴拉圭政府顶一日宣布甲 Vaccinity 签约，买100万吨 UB612的疫苗。目前等台湾通过紧急授权，巴拉圭就会得通过紧急授权。高端公司2家公司，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规划跟处理，这个就由他们来做说明。Vaccinity 嘛，伫个官方网站公布这个好消息，那摕到 EUA， 巴拉圭会成做世界上头一批摕到 UB612的国家之一。那巴拉圭卫福部嘛表示 ，UB612的疫苗按算伫个今年热天就会当出货。不过联亚的态度是真保守，强调讲伫个摕到 EUA 进前，未对外来说明。那外交部是真欢喜看到联亚积极扩展海外的商机，表示讲会持续提供必要的协助。由联亚生技集团所研发的 UB162号的疫苗，一旦取得我国的紧急授权之后，巴拉圭将可以率先成为获得这个疫苗的国家之一。我国政府我们一向鼓励台湾的企业要跟友邦加强交流跟合作。外交部我们乐见联亚生技集团跟巴拉圭的卫生福利部签署疫苗采购合约。美国宣布捐予全球8000万吨的疫苗，分做2批来配送。最近公布第2批5500万吨分配计划，包括台湾在内亚洲国家有1600万吨。不过台湾第一日拢总摕到250万吨，已经是2批配额的总额，国内别个有分配到疫苗。针对这点，驻美代表萧美琴证实，有争取请美国提早提供疫苗，因若敢会搁甲美国来争取疫苗，会照国内指示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印尼昨一天增加将近15000个病例，目前嘛已经超过200万例了，总有294个人死亡。疫情的管教，印尼政府嘛宣布讲，疫情的红区2礼拜内禁止出门，红区的民众会使先注疫苗。也毋过有一寡民众已经先飞去美国注预防针了。印尼人普拉特想袂到，这世人头一遍去美国是为着要注疫苗。 Ketika nanti saya jalan-jalan ke sana, saya bisa dapat vaksin, kenapa nggak dicoba? Gratis juga nih。雅加达一间母型车打出去美国注疫苗的广告，超过100人订机票，无论是组团也是自由行，一团上介济当到30人。8天行程的介绍对台票3万1到10万3不等。业者表示讲，疫情互因生意6、7成5，不过疫苗商机互因搁再有希望。Jadi fenomena ini umum, ya kan, yang membuat peluang untuk berbisnis
untuk menawarkan 普拉特伊无仰望伫国内来做疫苗，还佫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甲安区列做优先接种之一。因这国家甲确诊人数甲社区传播的情形，甲分做红色、柑仔色、黄色甲青色4区，安区上介严重。 Taati protokol kesehatan dan bla bla bla. Cuman banyak yang lalai itu mungkin karena mereka sudah merasa aman karena divaksin. 一年第20日即天疫情达到新高峰，过一日新增加14536例，累计嘅总数嘛突破200万例。也加大的新冠病床嘛已经用掉90%。政府伫长江宣布讲，安区实施强化微型社区活动限制2礼拜，也就是外出限制令。亲像办公场所上介济间会当有25%的员工入去，餐厅内底食物件嘛袂当超过总数的25%。清净时这宗教场所拢爱关起来。 菲律宾确诊的总数超过130万例，有超过23000人过身。总统杜特地伫21表示讲，假使若有人拒绝来接种疫苗，伊个会甲关起来。佮强调讲，菲律宾即马当伫即个疫情正危险的时阵，百姓若是无听政府的建议，会互伊风火正大。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 再来看香港一团媒甲《苹果日报》，因为涉嫌违反香港的国安法，自杀互冻结，可能被收起咯。美国是批评讲一团媒事件有政治的动机，也毋过林郑月娥嘛讲美国有相同的标准。再次感謝各位觀眾嘅支持，香港人珍重，有緣再會，拜拜。香港蘋果當新聞伫21暗最後一擺播出，財經新聞網絡版也伫22停止更新。香港一團媒甲《蘋果日報》。 互指控违反香港國安法，相關3間公司資產互凍結。一團媒董事會立即發函要求保安局改動。若講離個資產無法度改動，可能上緊日落就無法度去更新網絡新聞，立即抓本報紙停刊。董事會亦決定星期5再開會，到時會再決定蘋果會唔會停止運作。外界質疑港府作為會引起連鎖效應。 也毋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認為，其他媒體應該以港區國安法為參考，臨時蘋果日報的案件。國安局長凍結一團媒等公司的資產是依法辦事，也是國際慣例。另外，資產敢是會當改動，還是相關司法問題，伊無適合評論。第二個問題咧，一個法律嘅問題，我唔能夠喺呢度答嚇。如果有被凍結資產嘅公司提出申請，咁要交翻俾最初去凍結呢個嘅機關，即係保安局局長咧嚟。不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利亦表示，美國深深關注香港國安法嘅應用是有選擇性嘅政治動機。林鄭月娥強調，這個案件確實是違反香港國安法。美國在維護國安安全的議題上，對中國香港有相同的標準。Whenever they talk about things that they are doing, they will put it under the banner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So, what is the basis of applying that sort of double standards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林鄭月娥也表示，若果一團媒無法度繼續營運，香港政府將會協助員工保障因應該有嘅相關權益。記者綜合報導。咱過來消息，過來看黃生豪方面，今仔報道早起南部有真濟所在開始了大水雨，氣象局嘛將對台中以南佮基隆北海岸發布大水雨特報。那提醒民眾今仔佮明仔載2天，全台灣的天氣攏無介穩定哦，嘛要特別注意落大雨造成嘅災害。屏東順義鄉規暝落大雨，排洪水溝已經開始溢流，受西南風吹襲甲北風滯留方面相重影響，中南部地區落雨繼續。24點鐘以來，高雄市茂林累積降雨量上看150毫米，台南市關田累積雨量也有137.5毫米，高雄市六股甲集來累積降雨量也攏破百。氣象局提醒，滯留方面期間，全台天氣攏會無穩定，中南部尤其愛嚴防激烈落雨。在那個時間之內，它的時雨量可能來到100毫米。以今天清晨台南的關田就來到106.5毫米的時雨量，所以我還是要提醒，今明2天受到這滯留鋒面的影響的時候，像這種短時強降雨還是要特別注意的。氣象專家分析，這一波的降雨熱區也是集中在中部以南，因為連日繼續落雨。
地区爱严防积水，山区地区也爱注意落石崩落。拜二、拜三落雨将续激烈，拜四了后有希望渐渐转去。这样的一个雨势，其实我们也看到，也为南部很多地方带来一些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影响的时间到了这个24号的时候，整个锋面的影响还是在，不过它的强度有慢慢逐渐的减弱。另外，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早起已经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气象专家有估有机会加做今年的第5号风台，也毋过目前判断被影响台湾，将顺着太平洋高压环流继续往北刷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昆新派出所就医所的所长亲像注疫苗了后，脑部出现血疙，这个所长14注射后来身体拢无啥爽快，立即去看医生目前已经准备要手术了。血疙敢是因为注疫苗造成的？过来检查。本个月14号，台南市警方是来接受 A 类疫苗的施拍。台南市第6分局昆新派出所苏姓所长毛注疫苗，无受到所内的连续几日天身体无爽快。21号讲因为病情加重，赶紧请厝的人开车载伊就医。他20号晚上他就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21号早上他还是勉强来上班。那上班就开始出现头痛、恶心、呕吐。那我同仁看他这样就请他下午请假，赶快联络他太太，带他到成大就医。所长平常时身体状况袂歹，嘛无慢性病史，常常是传出脑部的病症，和同事嘛真意外。而台南市长吴伟德第一时间嘛指派警察局长前往关心，经过身体病院初步了解，所长有动脉瘤的病症，目前是蜘蛛网膜出血的状况。甲伊上班时伊搁 OK 啊，拢正正常。啊嘛无听伊讲啥物，讲有啥物款的毛病啊，安怎？啥物慢性病啊，那嘛无嘛。无听伊讲的。后来经过成大医院的了解，的诊断，他本身是有动脉瘤，那动脉瘤的状况，这个纯粹属于医疗问题。依照家属的意愿，我们已经通报为这个疫苗不良反应的这个待查的案件。台南市警方是表示，所长22号将会进行引流，若是顺利将血引流出来就好，若无就要开脑的手术来清除。警方强调，病情敢是由疫苗引起，阁必须要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台南市府嘛尊重家属的意愿，将个案通报中央，将会阁再进一步厘清。记者郑云淡报道。再来看惠林县有一个妈妈，昨下晡4点外去注疫苗，暗时是继续予2个月大的查囡来食无灵，今仔透早查囝却雄雄死亡，家属怀疑讲甲注疫苗有关系，也毋过嘛是个需要调查。伫镜头前甲人家笑甲嘎嘎叫，这2个多月大的查某婴仔，煞伫个老母注 AZ 疫苗了后，饲完母婴了后，煞来离开世间。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打疫苗，回去我大概11点出的时候喂他是母奶，到我凌晨3点的时候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就发现他脸上有一大块奶泡，然后是有掺血的奶泡。苏小姐伊伫个婚林府尾做殡葬的工课，互人列做是高风险注疫苗的优先对象。伊伫个20月的下晡4点外注 AZ 疫苗，伫暗时11点头一摆来饲母奶。22个患者要搁饲母奶的时阵，发现讲查某婴仔已经母白喙烂泡，送医了后也是救袂回来一条性命。送到医院打强针剂也是没办法救回来。如果说真的这个小孩子是压到或是溢奶的话，他都有挣扎，但是他都没有挣扎的迹象。那我们是强烈怀疑是不是有这个因果关系？有在喂母奶的话，千万不要打这个 AZ。这咱嘛无法度去判断讲什么疫苗会造成的。嘛是一切等待我们这个法医或是卫生局人员他们的验证。家属正怀疑这个查某婴仔的死因是甲注疫苗有牵连，老母已经表示愿意来配合解剖验尸，等待检调法医人员甲代志的真相甲背后的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厝里有细汉囡仔，家长爱特别注意哦。台中有一个1岁外囡仔无细腻，甲真侪囡仔真爱佚佗的水晶包包吞落去，卡伫脑后，送病院急救，状况是真危险哦。佮插讲送家护病房，后来是医师用气功镜甲物件捏出来，才互这囡仔的命救回来。
对电工屏内底通看到一岁外囡仔脑后有物件卡掉咧，厝内人是因为发现囡仔的喙唇变紫色，佮强要袂喘气，送病院急救，才知影囡仔是无细力甲肠粉圆的细粒七层米吞落。当时血氧只有70%，于是于急诊室紧急插管，胸部 X 光显示为左肺全塌陷，经该院医师评估后，转往本院的加护病房。儿童胸腔科团队接获通知之后，立刻执行软式支气管镜的手术，于20分钟内取出卡在左支气管之黄色异物。医师表示，肠粉圆的细粒七层米看起来亲像糖啊，细汉囡仔会无细力吞入去，大人一定爱特别注意。后尾病医伫20分钟内用气管镜照了，甲伊夹出来，囡仔才平安顺利无代志。如果没有能及时畅通呼吸道，严重的呼吸阻塞可能会导致脑部缺氧，甚至死亡的风险。常见的呼吸道异物包括软糖、果冻、坚果、水果籽、硬币以及纽扣等物品。医师强调讲，呼吸道若虽无甲通透，恐惊会脑病变也是死亡，所以建议家长第一时间先用打卡夹片、和含物立刻法协助囡仔甲隔着物件配出来，才紧急送医。记者综合报道。开放注疫苗，传出未少老大人恐死亡。台大病院早起是开记者会，表示讲目前来注射的人确实有较少，应该是加减受到新闻一直报影响哦。外界嘛正关心讲，第一档甲第二档的疫苗敢袂使无共牌子咧？意思是讲哦，国外是有研究讲，确实有的两档注无共款的牌子，效果如何？本土新冠疫情还佫伫个滚价。国内为6月15开始，大规模注 AZ 疫苗了后，累计通报死亡的案例要持续伫个压悬。虽然指挥中心几届强调讲，注疫苗的好处是多过歹处，不过也受未少民众因为有疑虑，来注射的人有变较少。现场的部分看起来确实人气有稍微下滑，然后那当然多少是受到这个新闻事件的影响，在施打完之后死亡率这个部分看起来跟相同年龄层的背景期望值并没有差异，死亡的通报都必须要经过后面的调查，甚至说解剖，才能够确定死因嘛。目前台湾已经有2种牌子的新冠疫苗，嘛互外界关心讲，未来若有更较侪牌子的疫苗，敢会当揽咧做？针对这点，台大病院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明讲，欧洲实验已经证明疫苗会当揽咧做，不过揽咧做有所谓的风险性，可比头一档做 AZ 了后，第二档会当做莫德纳或者是 BNT， 较袂出现血角的情形。咱外国的研究嘛发现讲，头一档做 AZ 了后，第二档若做别的牌子，会产生大量的抗体，而且抗体还佫会当中和病毒。BNT 的 RNA 疫苗，那就可以看得到它的抗体的几何平均值呢，就从71跳到7700，这几乎增加100倍。S 蛋白的抗体呢，从98跳到3600，所以各位就知道，然后综合抗体呢的阳性率从34%跳到100%。AG 混着 RNA 呢，其实看起来效果是比2剂都是 AG 效果好，因为抗体看起来是高非常多。因若疫苗做头一档甲第二档之间，爱隔偌久的时间，才持续有保护力。黄立明讲，只要身体内底的免疫系统还佫会记伫头一档有法度辨识，就会当做第二档。目前政府是规定头一档资料隔8礼拜至12礼拜都要做第二档。不过临床试验发现讲，其实超过16礼拜以上，也是真有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届的纾困4点控，为了减少接触，所以大多数都是透过网络申请哦。也毋过有一寡人袂识会晓使用网络，是真困扰。有立委嘛批评讲，因为各部会的办法拢无啥相共，民众的申请哦会拄到未济困难。你申请后，他就通知你被推荐了。对。因为去年申请过农保的补助津贴，今年纾困4.0是直接立效，所以想要改申请经济部的英文长期补贴无成功。受疫情影响，各部会拢有伫咧办纾困措施，希望会当帮助民众。不过这边主要是以网络申报为主，对于较袂晓网络操作的民众来讲，真困难。1955跟1988，甚至1966跟1957这些电话，几乎都打不通。公司的大章我们的私人章，还有什么营业税的税单，还有什么户号，还有什么一大堆的。有立委接到电情讲，经济部的线顶纾困申请，爱写真侪资料，也该附纸本的各种资料，并不是所有人拢知影安怎办。
另外也讲，免经统一发票的店，也个申请其他部会补助，就要等到申请无通过，才能来转申请。也个领过其他的部会补助，就要先把钱纳回去，再过来申请。这三种情形的民众，真有可能无法度申请经济部的纾困。政府相对也积极主动，但是也造成了去年已经申请纾困，今年被主动入账，没办法来申请这4万元。或者说今年呢，他有多重的选择，他同时提出申请或者先后提出申请，也以至于造成他在商业司的申请呢遇到困难。会有重复请领的这种状况，应该都是属于这种自营工作者。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那长官也有这样子的担心，所以我们目前还是维持这样线上跟客服的一个做法。我们请领资格是以申请人部内的其他人去申请其他部会的纾困补助，并不影响他个人的身份。有真侪部会推出纾困措施，掩故真侪民众把所谓规定甲纳的资料看刷了，也是唔知影要哪申请，所以立委建议行政机甲即款进行整理一下，看是毋是让跨部会统一整合，简化申请的流程，才袂互纾困的好意变做民众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大人西瓜是上受到欢迎的水果哦。今年的西瓜因为前一站大出的时拢无去拄到雨水哦，今年唔那产量济，甜度冇够。西瓜界破壳开，切做一片一片，喷汁又个挤喙焦，正适合热人的时来食一片。即马西瓜当咧大出，今年因为欠水，西瓜无受到大水雨的损伤，拢生甲真好势，收成量也真济，唔那9分个甜。台中清水的小叶啊，平均的甜度有92度，品质是互人学落甲会达志。9分。安尼算大吗？嘿，安算大咯。讲今年无雨水啦，西瓜较好安尼啦，无水就较袂歹去啊。安尼有丰收啦。也无雨水，甜度较甜，卖了价钱较好安尼。另外，还有一款四角形的西瓜是真稀罕，卖销去马来西亚卖价1000块。不过农民是讲，这款西瓜爱放伫箱仔内种，固定伊的外形，除了爱浸足培养，也因为伊歹吸收到大自然的露水，无普通的西瓜遐尼好食。大多数的民众是买来简介一下。迄一粒大约龙头伫咧7斤5两，若伤大的，迄箱仔会裂破，较无够的伊会没有那个棱角出来安尼啦。你若较大的嘛袂用的，伤细嘛袂用的。农民讲，虽然西瓜的产量袂歹，不过最近因为黄霜啊雨的方面和西南风的影响，有落大雨，叶啊又个冷气，采收期也缩短。另外，疫情也影响到销路，因安尼绩效无大跌，也无大起价。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后个月23特别开幕咯，咱国别前选手黄曙芳哦，昨伫国训中心举办的东京奥运测试赛，以85.03公尺达到东京奥运参赛的标准哦。黄曙芳才做咱国第2个直接达标哦，摕到东奥资格选手。出来一弹，标前选手黄曙芳伫第2遍弹出85.03公尺的成绩，达到东京奥运85公尺的参赛标准。为咱国争取到电竞第2张参赛门票，黄曙芳伫过去1年世界积分的排名是伫30名内，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国内电竞比赛拢延期或者是取消，互黄曙芳的世界积分排名搬出东奥32位保奖名额以外。电竞协会向世界电总提出申请，以泡泡模式规划一场男子标枪单项比赛，最后黄曙芳顺利达到参加奥运的标准。黄曙芳是第条顺了，咱国电竞直接达到参加东京奥运标准的选手。所以东京奥运男子标枪项目，咱国会有2位选手参加比赛。6月29是达到标准上班的日子，国际电总会伫咧7月初1公告最后世界积分的排名，甲摕到参赛资格的名单，甲黄曙芳这些算入去。目前咱国代表团已经摕到16种类47项奥运参赛资格。记者综合报道。下性别，特别是查甫变查某的运动选手，伫真侪比赛拢会引起敢有公平合理的讨论哦。伫即届东京奥运，有一个纽西兰变性的亚当选手，嘛是有同款的争议，咱做回来了解。
这是洛若哈伯德过去代表纽西兰参加国际比赛卫冕。伊伫1978年出世的时阵，原本是一个查甫的，叫做盖文。1998年参加男子组105公斤以上的比赛，以总和超过300公斤的成绩创下新的纪录。2012年34岁盖文哈伯德变身摕到女性的性别，当时改名洛若哈伯德，佮继续参加女子野球练比赛。2017年伫澳洲公开赛摕到女子组90公斤以上的比赛，以总和268公斤摕到金牌。2020年罗马世界比赛，佮摕到女子组87公斤以上7级的冠军。根据国际奥会伫2015年修改规定，男变女的跨性别选手只要经过医学上认可的变性手术，或者是荷尔蒙疗法，达到睾酮指数比10的标准较低，就应参加女子组的比赛。洛若哈伯德就是根据这项规定，摕到参加比赛资格。The NZOC will respect the eligibility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and the IOC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ransgender athletes wishing to compete in their declared gender. 不过，代志发展听伫女性运动员权益团体耳中，这话是真歹听。The female category is now open to anyone who's willing to declare a female gender identity. So obviously that has impact in relation to fair competition because males do have a performance advantage that's based on their biological sex. 根据国际田径总会统计，上好的男性选手，无论是伫个大人，也是18岁以下，伫各项竞赛上好的纪录，拢领先上好的女性选手。美军的内部研究也显示，男变女的跨性别官兵伫基础体能项目上，有关比其他生理女性的同事较好。所以，除了美国部分州政府甲州议会通过修法禁止男变女的跨性别选手参加女子组比赛，世界橄榄球总会也伫去年的期当中，正做第一个禁止这类选手参加女子组比赛国际组织。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来看一期甲舞台剧透过虚拟实境的 VR， 互观众有无同款的剧场体验。另外，伫意大利有研究团队透过 AI 人工智慧设计出一支小提琴，有偌厉害，咱做伙来看卖。表演者伫咧舞台顶演出，淹过大卡拢无半个观众。上次看。舞台正中有摆一台360度的摄影机，甲演员每一个动作拢翕起来。这是捷克剧场一场实验，第一遍结合虚拟实境 VR 技术录舞台剧。It's kind of very different way how to approach the whole experience, and it's not a film, it's not a theater, it's a totally new form. 要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舞台剧，要考虑的代志真多。首先就要破破传统舞台剧的设计，演员的行为甲互动拢要做调整。这么民众有机会当近距离看表演。这种 VR 目镜，除了家己去摕，也当寄去领导互你。I would say this is more real, like even more real than a classic theater show. 同一个音，经过无同的讲法，会当呈现出特别的音色。乐手一遍搁一遍伫咧摇琴，电脑将这款资料拢记录落来。伫咧意大利一间音乐实验室，想要用科技的力量解开意大利名琴300多年来无法度解开的谜。用3D 扫描几台小提琴的结构，用仪器去测琴面，掌握提琴的形、材料甲音色之间的关联。科学家甲小提琴的制作师傅合作，甲制琴的技术经验甲数据结合，找出特别的所在。希望伫2022年会当用 AI 做一支小提琴。So how do you train your ears? How do you improve your understanding of music? How do you better enjoy it? 研究人员讲，这项研究计划并不是要用 AI 取代制琴师傅的技术，是为了要整理出一套系统，互一般大众拢会当理解音乐文化。因为听音乐的也是人。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下半半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19度。
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